好多少女漫畫裏面，男主角會知道女主角中意啲乜嘢啊，心裏面諗緊啲乜嘢，幾時製造啲 surprise 俾佢啊。以男性嘅角度嚟講，你哋有冇認識嘅男仔，或者你哋自己嗱又結咗婚㗎啦？年紀大啲就會越識做呢啲咯。例如邊一個歲數？即係30幾以上會越識做呢啲嘢咯。咁但係好似古仔入邊講嘅，即係中學生就一定係冇可能㗎啦 ，right？比較少啲咯。但係你現實生活唔同啊嘛，咁你呢個 character 呢個係 good boy 啊嘛，一係叫做食物男孩，咁咪多人爭咯，咁你多人爭咪自然，所以佢有選擇，係咯。即係你有認識到靚仔同高大嘅男仔啦，好受歡迎，即係所謂講嘅 foot boy 啦，會好似媽媽咁樣講，佢哋係會中意啲比較冇咁自信嘅，然之後係比較唔係咁顯眼嘅。我覺得唔係喎，即係嗰幾位朋友啦，我都覺得唔係咯。佢哋啲女伴都唔係啲咁嘅人啊，就係嗰啲女二嗰啲人啊，就係又可能有配合，可能門當戶對呢啲嘢啦。你覺得如果我去攞一個總結啦，就係話其實漫畫同現實係有好大嘅差距，甚至係相反嘅。你覺得呢個 conclusion fair 唔 fair？我會諗到嘅係佢放大咗就係女性想要嘅嘢，佢放大咗呢一 part。跟住再收細咗，令到自己好慘，咁形成一個好大嘅一個戲劇嘅張力。係啦，咁你唔覺得套嘢哇好好睇啊咁樣咯？係呢個就變咗做佢講故仔嘅結構。係咯。但係如果係兩個係差唔多身份嘅，差唔多收入嘅，差唔多外表嘅人一齊，你就覺得好理所當然咯，冇乜戲劇性咯，係咯，好普通。點解我要請3位嘉賓咧？因為你3位都係代表住唔同範疇嘅。我係已婚人士，而且已婚人士仲有小朋友嘅，係2個。既然講戀愛話題，當然係揾一啲成功例子啦。通啊！我都唔叫成功啊，即係有拍拖準備計劃有結婚嘅。你呢啲唔叫成功啊，呢啲叫咩？我就係一個單身男士嘅，單身。好多謝 NTV 啊！咁啱有3種唔同 background 嘅一個好 full picture，去關於每一個 topic。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隨住時代變緊嘅時候，其實已經好多而家我諗相信大家身邊接觸嘅女仔都有好多係香港啦，我哋亞洲社會都係好自信嘅。好 powerful 嘅，你嗰另一半係咪？都有呢個特質嘅，有呢個面向嘅，你真係睇得出。如果大家有去睇近排變到真人化嘅，我諗大家有冇聽過《朝五晚九》呢個作品？和尚嗰套有和尚嗰個啦，跟住去到近排動畫化嘅《唯願來世不相識》。即係我哋之前有講過係個作者唔知道動畫化嗰套，我都唔知，唔緊要。因為嗰陣時出版社你冇做功課啦，係啦。咁但係3票靚仔啊！ Yes， 係咯。咁但係呢兩個作品係個女主角係強勢係啫，一反而往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會唔會呢個係未來嘅一個趨勢？可能體驗咗嘛。係啊，即係男嘅強勢到女弱勢體驗咗啊，咪10年20年一個 trend 咪調轉咯，整個女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女嘅強勢咪做翻個男嘅咪。口味又唔同咯。不過我覺得就算弱，即係女方面比較弱勢，依個 chain 係冇退到潮流咯。你問我？冇退到潮流。冇退到潮流啊！即係最近嗰套《我的幸福婚約》咪係咯。哦，我知道。嗰個係再慘啲，真係搞唔掂。你哋有睇？我冇睇啊！呢套係大概係點樣嘅？我冇望。其實就係講個女主角原本係應該係一個大小姐嚟嘅，但係家道中落，跟住就要做為奴為婢咁樣，跟住唔知點解就係一個好靚仔嘅男主角就嚟娶咗佢，然之後就講嗰個霸總男主角同一個為奴為婢嘅女主角中間嘅愛情故事，中間女主角 keep 住。我係咪襯得唔到個男主角咧？我咁樣做係咪唔好咧？我咁樣做係咪真係會令到男主角消失咁啲嘢咧？搞唔掂啊！呢啲搞唔掂嘅位喺邊度？就真係太過自怨自艾啊！太自卑咁樣，係啊，過度自卑啊！佢本身係大小姐嘛，係大小姐，跟住佢個老豆係娶咗第二個啊嘛，係啊。佢原本個媽死咗嘅，咁嗰個後弟啦，帶埋佢仲有個女嘅，係啊，變咗係佢個哎呀細妹啦。咁但係佢個哎呀細妹就係同埋阿後母就恰到佢，花樣男子，係咯，要服侍佢後母同埋個妹，但係佢老豆又唔出聲嘅咯。跟住咧就係
佢老豆就將佢嫁咗俾嗰個軍哥啦，霸總啦，大站嫁咗佢啦，見有錢人啦，係咯。咁但係佢就因為呢個男主角有個幸福嘅未來。個男主就好對佢好好咯，保護佢咁樣咯。但係佢又成日覺得自己配唔上啊。又係自卑嘅女主角，又 apply 到我頭先講一個 research 啦，就係女性平均嘅自尊感比較低。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作者去設計女性嘅角色嘅時候會偏向咁樣嘅設計，容易啲去俾人哋有共鳴。咁但係我冇仔細睇過作品嘅嗰個收視率係點樣啦。都 OK 幾好，都 OK 嘅。因為又有漫畫化，又有動畫化，又有真人化。有真人化。有真人化。係啊。哇！唯一呢個設定，基本上每一部都係你只有一個最終嘅男主角，可能有時係有兩個。花樣少年少女係有兩個男主角噶嘛，咁但係其實你都好明顯會知道邊一個就係最後會玩嗰個男主角啦，right？個古仔一開始個女主角就只可以同呢個男仔一齊，佢要排除萬難，用盡所有嘅嘢去同佢一齊。咁我揾到一個 research 嘅就係關於呢個少女漫畫咁樣嘅，點解要咁樣嘅設定？佢就好早期嘅少女漫畫裏面嘅觀念咧，愛情係基於因為對於婚姻嘅憧憬，家庭依然都係佢哋嘅歸屬嚟嘅，所以先要有一種早期少女漫畫一種不顧一切，然之後去奮力去追求愛，要去天台高白，要去日劇跑咁樣嗰種。Yes， 然之後只有呢一個男仔翻去，我想問嘅問題啦，關於只有一個男主角嘅設定，大家覺得呢個設定有咩目的或者有咩好處？即係你先係最終都係翻返去嗰一個度。Yes。咁你冇得兩個要晒噶嘛？咁你點都要得一個㗎？唔係下下可以，你們都是我的翅膀噶嘛？我有睇過個作品嘅，就係個女仔係佢雖然最後都同嗰個男仔一齊啦，咁但係其實喺我追緊嘅過程係唔覺得佢會同嗰個男仔一齊，而且個女仔係換過好多唔同男朋友嘅。咁但係我冇見過有另一部同佢相似嘅作品啦。點解咁樣嘅作品唔係變主流嘅？以我嘅理解啦，喺現實嘅生活裏面，我哋嘅愛情係其實你係換男朋友噶嘛？係咯，係咯，你係會換噶嘛？咁但係點解作品入邊冇咁嘅作品？唔想畫多個，唔係，大家都係對忠貞，係咯，即係對婚姻嘅憧憬就係呢樣嘢。你會覺得你睇漫畫想睇一個美好嘅現實，甚至乎係一個典範，你可以模仿咯。即係我覺得唔止少女漫畫嘅，即係大家。衰啲講句啊，係個處女情意結唔知點解好重。可以 identify 咩叫處女情意結，即係對於自己嘅。即係你個女朋友係我嘅第一次咯。哦，而家2025啦。以前啲漫畫嘛，佢講緊以前啲漫畫嘛，我哋講經典作品係。即係女朋友除咗我之外，唔可以有其他男人嘅。而且確係如果以前漫畫一定係佢嘅第一次，例如好似智商告訴你咁樣，爽子第一次係俾咗風做嘅。咁佢呢個係必定嘅，一定要嘅。跟住或者好似參賽咁樣，好似係俾佢朋友扇佢一鑊，影咗啲好奇怪嘅相，然之後係覺得完全被 ruin 咗，因為佢嘅貞操係好重要嘅，佢嘅處女只可以俾道明寺咁樣嘅。係啊，呢個我覺得無論喺少女漫畫或者少年漫畫裏邊都好重嘅，大家好介意。你覺得少年漫畫都係咁樣？好介意㗎！你哋中間無端白事走咗第二個男朋友出嚟，同另一個男主角出嚟同個女主角揀埋一齊，啲人會暴動㗎。好暴嘅，點解啲讀者好似俾人派咗帽咁樣嘅？理解？仲有佢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啦，不顧一切去追求另一半，即例如去告白啊，要日劇跑 etc 咁樣。你哋有冇對你哋嘅另一半做過呢樣嘢？或者你哋另一半有冇對你哋做過咁樣嘅事情？日劇跑，奮力告白，勇敢地告白咁。放咗學一個夕陽之下，喺天台度。係啊，或者喺課室裏邊一個黃金色嘅氛圍，啲窗簾飛啊飛啊。睇少女漫畫。我淨記得自己好似喺海邊跑過。或者我咁問大家，覺得告白呢樣嘢對於一個情感去，因為告白喺少女漫畫入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橋段嚟嘅，即係其實做晒咁多嘢之後，其實最後為咗鋪去告白呢一個 climax 度。咁但係你覺得喺現實嘅情感入面，你有女朋友啦，你有老婆啦，即係你覺得告白喺你哋嘅關係裏面係咪一個 play 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如果冇咗呢樣嘢，我係冇可能 move on 嘅。我覺得係喺一個角度嚟講，你覺得係？唔係 climax 咯，但係一個肯定咯。即係你覺得係要需要呢一個要嘅，就算萬幾都知都好，
即係喺我嘅角度嚟講，點都要講嘅。即係無論男方講定女方講都 OK 嘅。係有個儀式，有個行為。係啊，即係講一句或者乜都唔需要搞咩大龍鳳，總之就係講出嚟咯。係啊，我諗翻我拍拖嘅時候，好似係冇發生，冇發生係咯。你好歐洲人喎！你讚佢定係踩佢？求婚嗰陣時係有，求婚嗰陣時係有嘅。求婚嘅時候順道告白埋，係。但係變成男女朋友關係嘅時候係冇特登告白到嘅。係。無論你老婆定你都冇告白到嘅。係。我就諗起我自己睇過一個，我揾翻嗰個叫邊度先？比較休閒漫畫嚟嘅，講個作者去咗法國住嘅。咁而且佢描寫嘅法國人都係我認識嘅歐洲人嗰種感覺，就係同外國人拍拖就 we go out together。咁但係我真係中意，我唔會講句 I love you。但係我講句 I love you 就好正經，所以嗰個作者去到法國就撞板啦。佢同我法國女仔講 I love you， 跟住法國女仔就 boom。外國人嚟講，表白係一個已經去到好似結婚係啦，即係你要想同人哋要想見我 family 啦，咁樣可能先會咁樣去諗。大家作為我亞洲人嘅生活入邊，咁告白係咪一樣咁 serious 嘅嘢？咁但係原來係發現係有 exception 嘅。歐洲人，亞洲人。知道大家知唔知邊度係 Comic Studio 啦？如果中意睇 BL， 一定知道邊個 Comic Studio 啦。你可以入邊飲酒嘅。佢嘅不嬲都係 BL 嘅一個漫畫嘅一個地方嚟嘅。去我上一次去嘅時候，雖然佢執咗啦，佢執咗之前我去嘅時候，最後一次去有一半嘅 session 變咗做一個新嘅 genre，Teens Love TL。咁 TL 係咩咧？你應該知㗎啦。我哋都咧荼毒咗咧，奶油去睇咗少少。大家可以聽下啲，如果大家唔知道嘅咧，大家可以聽下呢啲作品嘅名稱啦。全部都係動畫化咗嘅，而且係近呢幾年嘅累積好高銷量嘅作品。我舉出其中3個例子啦，3種代表唔同 background 例子。第一個職場嘅，我上司的部是 XL 尺寸粗大的就進了感嘆號。第二個作品咧都係動畫化咗嘅，咁但係呢個係重新劇嚟嘅，唔好笑住，你搞到我都想笑。重生於初夜開始就熱血沸騰，王子的真愛是惡毒的女子。第3部都係動畫化咗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比較有歷史背景嘅，個作品名叫做《瘋狂起來》，代替新娘與軍裝之激情。咁呢個最正常。出唔出得街㗎呢啲嘢？第3個出得街，其他我哋唔好上。好奇，即係你睇完之後，你有咩奶油睇完之後有咩感覺？你睇完邊套？你睇邊套？你睇第一套啊？係嗰啲都嘛。但係我諗內容應該差唔多，就係 H 漫咯，鹹書，完全係鹹書嚟嘅。鹹書嚟嘅。我聽呢個名，我完全聯想唔到係 Teens Love 呢樣。係咯，第一句直頭係嗰啲咧，以前嗰啲懲教處女職員嗰啲嚟㗎。講完 Teens Love，我幻想嘅係高木同學啦，你明唔明啊？呢個係顛覆咗高木。呢個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市場上嘅原因，點解？即係佢而家天生嘅作品係我頭先講動畫化，講緊係每一年都有新嘅動畫化，而且啲動畫係要咩？係要付費嘅，即係你H漫要付費嘅，即係你唔係免費睇，你係要俾錢去睇，但係佢都 keep 住係有經費，係每年去拍一套新嘅。咁咧就有一個咧呢一個編輯座談會裏面咧，咁就有3個現役嘅TL 嘅編輯，佢哋就係一個對話啦。佢哋講咗點解佢哋覺得TL 係會崛起嘅。TL 咧係將故事裡面嘅即係平時嘅王道嘅愛情漫畫咧，就增加咗好多性嘅場面，因為佢哋覺得即係正常嘅 relationship 裏面，你係會有性嘅場面㗎嘛，男女係會有，而且咧佢哋嘅目標群眾唔似少女漫畫，少女漫畫係俾學生㗎嘛。學生有性行為係比較即係對呢個法律上係有少少嘅，係啦。咁但係佢哋嘅目標群眾雖然寫天粒，佢哋目標群眾係18歲以上，而通常係 OL 為主嘅，大幅度去寫一個，所以第一個 topic 大幅度去寫性愛嘅場面嘅。咁同埋佢哋覺得係過往你講 H 漫係主要嘅閱讀者係男性，咁但係好似冇女性為主要閱讀者嘅 H 漫，咁所以就而家變咗做佢要填補翻呢個市場嘅一個我哋講緊 niche， 去到頭先你哋有講到嘅一個霸道總裁呢樣嘢，我自己都睇過有少少 teen love 嘅。咁雖然佢話佢嘅目標群眾係職業女性，好絕世，喺呢度應該係我嚟嘅。強勢女主係咪？唔係，
就係因為呢樣嘢，我就覺得，因為 suppose 我諗住，如果你係職業女性，呢個強勢女主啦，又唔係啊，大部分作品唔係一個強勢，可能佢一開始好強勢，但係有一個我好在意嘅 point 嘅就係，你應該都有睇到，霸王硬上弓，仲要佢硬上嗰下係用奇怪嘅手段去霸王硬上弓，係有少少踩法律邊緣，即係如果呢件事發生喺我身上，即係譬如我 suppose 係佢哋嘅主要嘅受眾啊，就報警啦。冇話報警啊，我應該會，我諗我有個朋友講句好正嘅説話，佢話我自選1萬，我都要選你5000。我知道佢描寫到個男主角係好靚仔嘅，然之後係好吸引嘅，六嚿腹肌嘅 whatever。但係當呢件事情一發生嘅時候 ，to be honest， 我自選1萬，我都要選你5000。H 漫都有好多咁樣嘅橋段，因為好多好多。我唔講 Teen Love 啦。H 漫點解你覺得要寫咁樣嘅橋段？如果純粹 H 漫寫咁嘅，因為 fantasy 啊嘛。係乜嘢 fantasy？係你自己唔會做嘅咧。係咯，係咯，即係你現實做唔到，就係係咯，就係你好似同創作到咁樣，你現實唔會做到。我要寫一個刺激嘅作品，所以無論係劇情上嘅刺激、畫面上嘅刺激，而遊走法律邊界都可以係一種刺激嚟。就係因為你現實體驗唔到，你喺作品你咁樣體驗，你就會好講。即係譬如我哋唔好講 H 漫，我哋講打機，我哋 GTA 裏邊咧係咁搶嘢，係咁出，跟住6粒星咁樣，呢啲係現實模仿唔到發生。我想做喎，係啊，我哋喺隻 game 裏邊係啦，咁樣咯。我自己有另一個睇法嘅，因為呢個我都唔知點樣可以深談入去，因為首先我自己覺得我絕對唔係一個受眾啦，我完全冇辦法 enjoy 呢個故仔啦。咁加上好多 Teen Love 係日本出嘅，我唔知有冇日本相關文化啦。咁但係我唯一可以諗到嘅原因就係因為 H 漫係咁樣嘅作品。咁如果我一個編輯啦，以商業角度嚟睇，我要開一個新嘅部門，然之後我嘅新嘅部門係要填補呢個市場嘅一個新嘅一個 niche 嘅話，與其我去重新諗過一個成個作品嘅一個走向或者故仔嘅形式，我不如就借隔離部門 H 漫嘅，借過嚟，然之後揾女作家，然之後將差唔多嘅故仔搬落嚟，然之後裡面做少少調整，因為嗰邊係賣得好好嘅，有數字、有 data、有銷量，我將佢搬過嚟，然之後去做 experiment，變咗做少少女性。主要就係個男角靚仔翻，畫翻個樣俾佢，畫翻個腹肌俾佢。呢個講得好好，就係男主角靚仔翻，然之後畫翻腹肌，然之後差唔多故仔就出咗嚟啦。因為通常冇男仔樣噶嘛嗰邊，唔會有啊，真係兩條線就完㗎啦。柯南啲黑衣人咁嘅啫嘛。咁但係喺我哋而家拍攝嘅途中咧，我而家發咗啲 update 啦，因為原來唔係淨係日本漫畫有 TL，韓國嘅漫畫嘅 TL 係發展得超級蓬勃。但我發現咧，我上一次去韓國，佢哋嘅古仔同日本有啲唔同嘅。which 我覺得我開始係個受眾，就係個女主角係一個好強勢嘅女主角嚟做主導嘅故仔。哇 ，this is so fresh！ 我嗰一次係實驗完一輪喺市場之後，發現到可能。我唔知係女性回饋啊、填問卷啦，定係點樣，然之後就覺得佢有新嘅 formula 出咗嚟。喺未拍之前，我哋有傾好多嘢啦，我就覺得漫畫作品有少少似係反映市場。係啊。好多謝三位陪我喺度傾咁多啦。咁咧，但係呢樣嘢，我哋會有第2集嘅。第2集就係講你哋最熟噶啦。少男漫畫。少年漫畫。呢個我就唔係。其實我都係睇好多，有睇我哋英雄學院啦，有睇 Slam Dunk 啦。我發現我好似睇好多少年漫畫多過睇少年漫畫。咁咧 ，Yes， 你做咩咁樣嘅表情？咁我哋下一集去探討下咧少年漫畫入邊嘅戀愛觀。Let's go。點解你會質疑佢係咪戀愛啊？有來有往先係噶嘛，好似純粹係單方面追求，亦都冇。情治都冇理過佢，係咯，同埋都有中間開始都有理佢，即係開始佢有叫佢入去，即係叫佢打波嘅時候係有佢。好明顯就瞄住佢嘅身體嚟啊！哇，米狗，打波仲唔贏晒。